去年3月，台北宝林地设发生食物中毒案，造成6个人死亡，受害者的体内拢严重崩溃裂伤。检方侦办了后，当依照涉案法、甲过失致死罪等等的罪嫌，甲负责人、店长到主食的杜子，拢总5个人起诉。马局长回息的，伊是餐饮业者李凤贤，伫台北市经营的宝林地设完璧信义 A13店，去年爆出食物中毒的事件，致使33个人中毒，其中6个人死亡。经过长尾1年的调查，检方专案终结，而按照涉案法、过失致死等罪嫌，起诉负责人李凤贤、姓王的店长、姓周的杜子，也有姓黄的实习生等5个人。黎姓被告身为宝林公司实际负责人，却未自主建立及落实食材管理制度，甚且饭后推诿卸责、未见悔意、态度不佳，愿具体求处4年以上有期徒刑。引发中毒的会员，就是店内卖粿条。检方调查发现，业者无甲拆包装的粿条冷藏，干那放伫挖进水沟仔，涂骹的下层放物件的篮仔，以常温来保存，上久有到63点钟。加上收店了后，涂骹经过清洗，空调系统互关起来，厨房变甲翕热又搁湿湿，对崩溃裂伤、毒素产生真有利。尤其店内的员工蓝山黑白底无共时期拆包装的粿条，实在也因为安尼小感染，互患者的人数又搁扩大。这个果条是不是因为真的是像检方所说的63小时没有冷藏，所以导致于这个病毒的产生？我认为这个逻辑上面可能会有些疑点。李凤贤互起诉，检方批评被告犯后是推卸责任，无看到悔改，更加具体求刑4年以上。伊律师虽然表示尊重，不过对北检认定的病毒产生的过程也提出质疑。今天也确定了他们的这个受雇人员却在这个整个食品的这个服务提供上面是有过失的，对于我们在要求这个业者的惩罚性的一个赔偿的部分，可能就会有一些帮助。专案爆发了后，消基会也协助30位死者的家属甲伤者提出团体诉讼，对一般的赔偿、慰抚金到定发性的赔偿，总计是2亿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